喜欢看京剧吗？那么对于曾经称霸菊坛半边天的一代武生朱陆豪一定不陌生。朱陆豪近年来跨界演出成绩斐然，而一出客家戏剧其实呢让朱陆豪夺下了金钟奖，也意外让朱陆豪在竹东的客家童年曝光了。原来呢，朱陆豪不仅是客语讲得好，客家外婆更是让朱陆豪学到了应景的精神，让他挺过了剧团练功的辛苦，以及后来转换戏路的波折。而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就要带您遇见朱陆豪。竹东的客家庄传来吊嗓子的声音，音阶高高低低，有一份自在。眼前正是菊坛的一代武生朱陆豪，他说每回到竹东就有一份踏实感。因为我父母呢，他们是参加那个歌仔戏班，所以常年都在外面表演啊，然后赚钱过生活，所以就把我跟我姐姐2个人呢，就寄养在竹东我的外婆家。走在上下学必经的永乐街上，朱陆豪像是回到小时候，蹦蹦跳跳，故事说不完。上学的时候有经过，就在那个拔了杨桃啊，他们就来抓我们。他们没有房子，没有房子，那除了荣乐戏院过来，这边都稻田。哥哥，嘿，来东桥冇转来呢。对呀。啊，然后板挑，哎，痛哎啊。好。那笋干，啊，我们小时候要吃板挑很难呢。哇，家乡味，动向哎。一口口板条，如今吃得满足，也对比着小时候的清苦。而聊着聊着，走到了和姐姐外婆一起生活的后巷，时光一下子倒回30-40年。啊，前面到了，这个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。这间，你看这个门都没有变。那因为放学回来大概3点半左右，我就把书包一丢，我就跑到街上啊，或者到河边啊去玩啊。当然天黑了，我都不知道回来，所以我外婆呢。就拿那个竹条，然后就满街就阿福子这么喜欢啦，乱跑，然后就掐我。这个外婆，我们小时候很皮的，非常皮。好像以前要去念剧校的时候，不是很多人都看好哦。不看好，尤其是这一家，这一家他也卖猪肉的，然后他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比较有钱的人，他就说啊，他去台北学什么啊？他只能唱猴子了。如果你用客家话来讲话，他去走马杆哦，去走黑温了。演的确实是猴子，但是却是在京剧界称霸花果山多年的美猴王，一演20几年，无人能出其右。篱笆山了西，期待是。再唱《霸王别姬》，那身段、那唱腔，震慑人心。回荡在竹东客庄的是朱陆豪热爱的客家情。可奈何？竹东的阿夫子跃上舞台演猴子，美猴王上天下海演戏剧威震京中。朱陆豪不忘客家情，重回故里的悸动，编写我的感动时刻。